邀请各大寺院的上千名大德高僧和活佛参加法会，使这个传统的法会更加隆重，而且具有加持力。每次法会中，人们都有缘看见主修的使者会留下神奇的甘露，成就无量功德，福泽三界，消除六道大苦。仁波切，您是点亮教法明灯的使者，是妙具正法成就加持的上师。您是引渡众生的灯塔，您威德之每一束光芒都闪耀着圆满觉佛的加持之光。您无碍的言语，与生俱来的法音，为众生带去佛法的音讯。您精进的等持禅心，映化了轮回错误的显象。